继续在地人在地情来看，这个社区开课程，教导着长辈来操作着无人机，透过遥控机械训练长辈手甲头壳的协调性。真侪长辈拢感觉真趣味，讲袂输是转去囡仔时代。 老大人专心的操作，顺利通过各种的难关。即马无人机应用真普遍，亲像拍影片、喷农药啊等等。6年的课程有教这老大人操作无人机，因拢感觉真心性。唔捌，拢完全唔捌。嘿，感觉足好耍的呀。因为吼，我对这块拢做外行的嘛。啊，即马就是老师开始耍哦，才对这个对咱的手吼。 有帮助安尼，因为操作无人机，大部分的老大人拢捌用过，所以讲对这个课程特别有兴趣。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呢，他可以学习到飞行的简单飞行的乐趣。相信这个趣味课程会让这老大人留下难忘的回忆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